爱地球多一点，为地球尽一份力，这是我们的本分，也是我们的使命哈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哈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一定要以我们的行动来守护地球。所以各位天线，这个就是我们全球暖化有可能面临的一个状况哈。那当然就是要靠怎样，靠我们自身做起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然后我们看生命的呐喊。来看一看我们有一些有情众生他们是多么的苦，用影片来跟大家分享，大家感受比较深刻一点。是在发出。哦，我看。那喉咙吃下去，血就喷出来，用电的吧，用电的把它电昏不是比较好。他们也是有灵性的动物哈，因为跟我们人一样，都是一样，都是有灵性的动物，只是我们人是高等动物。吃肉给别人吃的。烟很难生。世界上这么多的战争、灾劫、兵变，都是因为吃肉造成的。然后在情绪紧张升的时候，它也会产生一种怎样毒素，然后遍布全身。我们人吃了之后怎样？等于是间接吃了它身体的这些毒素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如果转世当中有可能这个动物曾经是我们的亲人哦。哎呦，这个喉咙，这喉咙肚的会都不出来，可怜。哦哟，用电的吧，电的才不会那么。这个是血流成河，这样的一个场景。要不要吃肉比较好？应该会觉得说，就是真的是会于心不忍啊。很血腥。用电脑比较看的不会那么寒。